拍手。嘉宾啊，今日你向我来哦，较歹势啦。既然吼，阮嘛拢已死去啊，人就讲人死为大，那呢你就赔200万，咱就甲这大事化小事啦啊。200万。对啦，200万，拄啊好，代表今日嘛伫遮，咱就甲这件代志哦处理你的，开免哦，以后大家浪费时间找法院啊。也毋过我厝内底真正，免也毋过啊啦，这弄死人哦，赔赏金迄是有行情的呢。你这若是伫台北，迄400-500万走袂去呢。好啦，就安尼处理啊，啊。